好多時我哋更加會覺得所謂嘅殺業啦嚇，通常係講一啲動物性嘅嘢㗎，譬如禽畜啦，我哋講緊尤其某啲宗教會鼓勵我哋食素啦，我哋講嘅通常係有血有肉嘅就叫做殺生啦，係咪啊？甚至可能人類同人類之間互相都有㗎，唔一定係禽畜㗎，可能係戰爭啦，甚至傷人啦。殺人啊、謀財害命呢啲我哋都叫做業力啦，係咪？或者殺業啦咁。世事萬物，唔理係疾病，唔理係任何嘅人事物，甚至我哋一啲遭遇處境，原來都係我哋吸引翻嚟嘅。我哋嘅投射拆解課程，我會讓大家學識點樣去發掘自己嘅投射，透過得知對每件事物嘅想法感受，我直情可以協助大家揾到所有困擾你嘅人事物，到底係點樣俾我哋吸引翻嚟嘅咧？覺察咗之後，我點樣去轉化裏面嘅想法感受呢？點樣先可以用一個新嘅態度、流動嘅方式去取代以前糾結嘅狀態，令到無論我哋靈修嘅層次定因為物質嘅層次都更加流動。除咗30幾小時嘅網上課程啦，我哋之後仲會為大家開一個 WhatsApp 組群，喺一個特定嘅時間裏面，我哋會持續係去回覆大家嘅訊息嘅，希望協助大家真係可以知道咩叫投射，點去拆解，點去轉化，點去將生命變翻流動。我哋仲會定期做一啲直播去解答嘅，令大家咧可以有一啲即時嘅互動，對於成個拆解、成個和解有一個更深入嘅了解，同埋達到最流動嘅結果咁。我喺上一集已經講過，都分享一兩個例子出嚟啦。我好記得我曾經有個學生咁好好啊，我啲學生好多時咧，可能先讀咗入門班啦，就係個別排列啦，再加催眠啦，咁跟住先讀排列師嘅。點解我講呢件事咧？因為我多角度睇過佢嘅心臟問題。好啦，我就開始正式講呢個故事。呢個同學咧，初頭接觸我咧係想催眠先嘅，個個都係嘅。唔讀個催眠同個排一定唔會俾讀排列師嘅，因為又唔識聽人講嘢啦，聆聽能力又弱啦，又唔識聽糾結，又唔識拆投射，咁你點樣跳去高階班咧？係咪？咁所以喺催眠班嗰陣咧，咁啱佢係案主嚟嘅，仲要咁我就幫佢做堂上示範啦。我就知咗咧佢有心臟問題，透過催眠咧。見到佢前生係一啲將軍嘅角色啦，佢今生係一個女性嚟嘅。首先，佢前生係個男人啦，周圍屠殺嘅，成日聽到人哋尖叫啊，甚至要令好多人失去生命啊咁樣。咁我做完催眠咧，臨結束咧，甚至佢話俾我聽個心仲隱隱作痛。咁後尾就幫佢睇到咧，其實佢係俾人哋攻擊心臟位置、心口位置，所以失去生命嘅。咁所以佢成日心口隱隱作痛。咁幫佢處理完之後咧，佢個心口隱隱作痛咧就冇咗噶啦。咁冇咗之後啦，若干時間咧，佢其實做嗰個催眠主要唔係想做心臟問題，就係做佢升唔到職嘅問題，因此而牽連到嘅啫，即係一個伴碟嚟嘅其實。咁好咯，所以經歷過嗰次之後咧，我就約莫知道佢嘅家庭背景啊等等咁對佢都有若干嘅了解。咁話說咧。隨住年月日時嘅發展咧，佢做完催眠咧，又真係冇再排斥上司啦，又喺工作度終於如願以償，就係做咩咧？更上一層啦，又升到職啦，咁又想生孩子嘅願望又達成咗啦。之後，所以佢後尾再見到佢咧，佢就又升咗職，又有孩子。咁佢有個新嘅糾結啦，就係諗我做唔做一個全職媽咪好咧？因為佢成日覺得，咦，唔做一個全職媽咪好似好不負責任咁。咁點知個仔一出世問題嚟啦，醫生就話俾佢聽咧，佢仔仔有先天問題，個心臟就有事嘅。咁一出世就食藥嚟，因為心臟有先天性嘅問題。咁一路食，咁佢好驚恐啦，咁就叫我做排列啦。咁一睇排列，其實我又記得佢嘅前世回數嘛，係咪？個心嗰度本身有好多問題。好啦，咁我一睇佢嘅仔嘅問題，我就即刻問。我個學生我話屋企有邊個有心臟問題啊？原來個個都有，爸爸媽媽、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一系列都有咁。
咁我就覺得，咦？如果一個家庭有咁多人有心臟問題，背後嗰個 energy 應該好大喎。因為同我哋二元世界嘅物理現象一樣，你大力啲打個波出去，佢翻嚟個力度咪強啲咯，打落塊面咪痛啲咯。同樣地，喺一個家庭有咁密集呢個實相出現，咁後面個 energy 一定係大啦，係咪？於是咧就去嘗試去揾佢背後嘅根源啦，根據佢嘅投射等等。咁後尾我哋發現咗一件事係咩咧？就係喺佢太爺啊，我冇記錯應該係喺太爺同爺爺呢兩代人嗰度啊。因為爸爸嘅角色係去謀生養活下一代嘛，係咪？就係咧有一個好大嘅農場兼做埋屠宰嘅喺裏邊一系列嘅。爺爺咧由細到大咧就係聽住好多動物嘅可能慘叫聲啦、嘶叫聲啦，甚至有好多嘅動物去就係我講嘅讓出位置啦，去賣到錢啊嘛，去賣到錢嚟滋養呢個屋企噶嘛。當然所有後人過得豐足啦，受住呢啲金錢嘅滋養咁啦。但係問題嚟啦，最後發生糾結嘅原因唔係因為有幾多生命讓出位置，殺生問題有幾嚴重咁，而喺成個流程裏面咧，每一個生命嘅存在都知自己總有離開嘅一日。但係個問題就係喺成個生長嘅過程，成個成長嘅過程，可能佢冇受過善待啦。甚至可能完全唔會理佢哋嘅感受。舉例，可能我用最差嘅飼料養你，但我得到最大嘅利益。可能俾一個極度擠擁嘅環境你，咁所以我得到更大嘅利益。甚至可能我唔需要理你嘅過程結束嘅時候好唔好受，可能最緊要我夠慳時間解決得夠容易等等啦吓。咁隨住我對於呢一個生命甚至眾生命讓出位置，我係毫無感恩啦，冇位置啦，睇唔到佢哋生命嘅價值所在啦。總之我睇到嘅淨係可能二元世界嘅享樂啦，我睇到嘅係錢啦，可能我睇到嘅係我點樣便利啦，我睇到嘅係自己好受啦，自己生活得容易就 OK 啦咁。咁當我哋完全冇感恩、冇位置、乜都冇，甚至罔顧咗對方嘅嘶叫啦，甚至後人係有驚恐嘅吓。作為一個小朋友啦，佢覺得嗰啲嘶叫聲啊、尖叫聲啊，即係嗰啲驚恐係積存咗喺爺爺呢個小朋友嘅心裏邊嘅。咁所以呢度係兩個角色位置嚟嘅。第一，爺爺越聽越覺得心痛啦，每次嘶叫都驚心動魄啦，覺得啲動物好慘啦，戥咗佢哋苦啦咁。Exactly 就係呢個觀眾講嘅，爺爺覺得呢個屋企好大嘅業力啦，係咪？咁我做嗰個 case 咧，個和解咧，都唔係去怪責爺爺或者怪責太爺噶。其實你再怪責做過呢啲業力嘅人，其實個怪責唔係增加緊業力咩？甚至我哋聲稱我哋嚟接觸新心靈係要變得更慈悲、更仁慈噶嘛？我有乜理由去批評人哋咧？係咪啊？咁我哋做嘅就係咩咧？引導案主重新去記得翻。自己可以活到今時今日，唔係淨係得自己嘅努力。我哋有好多人都覺得我成功係因為自己嘅努力，係咪？咁但係可能有冇父母嘅創造咧？有冇佢哋嘅養育咧？會唔會係令你眼前每一步都唔一樣咧？係嘛？甚至如果冇生命，甚至冇下一步添啦咁，我就會去引導案主睇到，除咗爸爸媽媽嘅付出，爺爺嫲嫲嘅付出，甚至要睇到爺爺原來帶住好大嘅驚恐去成長，去戥咗其他生命苦，但係會見到戥人苦，原來對爺爺一啲幫助都冇，甚至你繼續戥啲動物苦，其實對啲動物都冇幫助啊，係咪？你越係戥啲動物苦，越係話到俾啲動物聽係點啊？佢係慘嘅，佢係可憐嘅，佢係冇價值嘅，甚至佢係冇還手嘅力量嘅。其實你係越貶越低啫嘛，將佢係咪？即係大家要喺鏡頭面前體驗下先明我講乜噶嘛？你試下，你就係一個含辛茹苦嘅母親，可能打3份工，捱更抵夜，甚至可能係要獨力養大仔女。好啦，到我依家長大成人，咁大家合眼咯，假想係呢個媽媽咯，你合眼，我就同你講，媽媽你真係慘，我依家長大啦，我幾十年嚟睇到嘅你就係好可憐，讀書又少，做嘢又辛苦。個男人又背叛你，仲要唔要你？你真係慘，仲要出嚟咁草根，成日俾人蝦。好啦，
我想借問下大家，聽到呢度，仔女如果同你講翻話，你又慘又可憐，讀書又少，又俾人拋棄，你心情點啊？哇，好似咧俾人如數家珍咁樣，成世人咧冇一樣嘢好過咁樣。有冇覺得好喜悅啊？仔女睇到你嘅痛，冇好過。其實大家成日有個觀念就係可憐人，好似係好正常，甚至咁先係慈悲。我以前都好似大家咁係可憐人，我就係接觸咗身心靈，或者接觸咗我工作，我見好多啲 case，我先發覺可憐其實係又拉低自己嘅能量。你諗下，你每次同情人，通常係越同情越消沉，或者越同情越憤怒，越同情越唔開心噶嘛。你好少話越係同情人越開心。哇，睇落你都幾慘喎，你唔會噶嘛，係咪啊？甚至俾人同情嗰個，聽到人哋如果係咁樣睇自己嘅生命，都覺得自己肉酸無力，好慘，好核突。好啦，即係話兩個人一齊下沉，而且對件事係完全冇幫助噶，係咪？咁所以我通常係點咧？就引導案主要重新睇到呢啲生命嘅價值，甚至重新睇到佢哋之所以會痛苦，例如就係因為我哋可能冇俾一個好嘅空間佢啦，佢就算讓出咗位置，從來都唔覺得佢係有用啦，甚至可能覺得啲功勞喺晒自己一個人身上啦，或者佢哋身上就係佢哋好唔好受唔重要，我有幾多利潤先係最重要，係咪？好啦，咁點做新選擇啊？咪就係例如知道，哦，原來動物活着，其實佢哋都想享受有一個好嘅環境啦，甚至自己讓出位置都好，會有人感謝佢啦，會知道我哋之所以可以活着，可以延續生命，要睇到佢哋生命裏面都付出過嘅價值啦。咁我就係讓案主睇到呢啲動物付出嘅價值，譬如多謝佢哋，令佢哋屋企活得豐盛啦。令到每個後人就係因為有豐盛嘅收入，可以去留學啦，可以有豐足嘅生活啦，可以買屋啦，安居樂業啦。由今日開始，時刻都記住自己嘅幸福係呢啲生命有份成就啦，甚至會話俾佢哋聽，透過過去所謂嘅業力，即係嗰啲唔開心嘅經歷、唔開心嘅遭遇，令到我有成長。咁你話啊，呢啲咁嘅遭遇又殺生又成，點令人有成長啊？咁如果一件不幸嘅事出現過，我哋去忽略佢，讓佢持續發生，咁嗰件事唔單止係不幸，而係之後有更多不幸，係咪？咁我會同案主講齊，由今日開始，我會讓呢件不幸嘅事令我有所成長，令我學識點做愛嘅選擇，令我知道喺未來嘅日子點樣做新選擇，令到讓出位置嘅生命變得有意義、有價值，亦都令自己就係自己嘅生命都變得有意義、有價值。例如，可能我會做一啲流動嘅決定啦，多啲去推廣。嗱，推廣唔同反人哋啊吓，我唔一定要話人哋有幾差，但係我會推廣我個理念就係，可能動物都需要有良好嘅生活空間噶，動物可能都需要愛錫噶，或者動物讓出咗位置，我哋人類都需要感謝佢，甚至珍惜佢噶。因為咧好怪啊，得人類先中意大量儲存或者暴飲暴食嘅，源自於我哋所謂嘅社會進步啦吓。例如我哋有冰櫃啦，有得製作做罐頭啦、加工品啦咁。如果我哋冇呢啲所謂嘅文明咧，你今日去屠殺一個生命，其實你係冇雪櫃、冇冰櫃、冇急凍技術嘅話咧，你今日屠殺嘅動物，可能聽日後日佢就變壞嘅，你係唔會做一啲大規模屠殺嘅行為噶。係因為我哋所謂文明令到我哋糾結加深噶啦，係人類先有呢啲貪念噶啦。好，我一次過撈晒可能500條魚，喺原始社會你唔會咁做噶，因為你撈一條同撈500條係相同嘅，食一條飽咗啦嘛，食翻嗰499條都係冇用噶嘛，係咪？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例如用金錢去取代交易啦。譬如如果我都係用一條魚去換你半斤菜咁樣，我只要今日換唔到，聽日就臭咗噶啦嘛，我係唔會去囤積居奇噶，係咪？喺大自然裏面，獅子都係噶，食飽咗
佢就瞓喺度，佢唔會再去捕獵其他動物，佢真係肚餓先會去捕獵嘅，係得我哋咧咁中意違反自然現象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問題就係，可能我要學識推廣就係，足夠就算啦，甚至可能做一啲糧食炒賣嘅活動啦。其實好多人做緊呢啲活動噶嘛，係嘛？我知道每一次我透過糧食係得到更多嘅收益，其實就係令人可能令其他人要讓出佢嘅收益，甚至係令佢哋去買高價嘅糧食，甚至可能係令更多嘅人，所以令到動物係一個好唔舒服嘅環境去生育。舉例雞蛋就係其中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啊！人哋好地地咧，一日生一隻或者3日生一隻，我哋就逼到人哋點咧？開燈熄燈，開燈熄燈，不斷咁開燈熄燈，令佢有一個錯覺，日出日落快咗好多，佢排卵都快咗好多。甚至牛奶又係最經典嘅啦，呢啲係咪？打一啲激素嘅針，令佢不斷以為自己又懷孕又懷孕，不斷喺度懷孕狀態咁。其實只要我哋唔係一個貪念咁重，甚至貪念到就係唔介意動物背負住好痛苦嘅生活，每一日過住好疲累嘅日子咁。蛋奶素係有人食噶嘛，係嘛？咁都冇見血啦。好多人用呢啲理論噶嘛，但其實蛋同奶係令動物其中一個最痛苦嘅貨源之一嚟嘅。我今日唔係想去探討就係反啲人你食素都係差嘅，定係食肉係好？我完全冇呢個觀念。我覺得一個人有感恩嘅心，睇到人哋生命嘅發亮點，甚至令更多人生命過得舒服。你唔好理嗰個係動物定係植物定係人類咁，其實你做到嘅話，已經係好流動嘅大方向嚟噶。每一個生命存在過，有人願意睇到自己嘅亮點，睇到自己嘅價值，甚至可以問下鏡頭前面嘅觀眾，你想自己到走嗰一日回望係好 proud 就係咩？我活得夠長命咯咁，定係回望就係我今生都不枉此生，我嘅生命又有愛，又多人睇到我嘅價值，我又時時都睇到人哋嘅價值，我覺得活得好幸福。咁你呢？你想要前者定後者？即係走嘅返天家前回望最 proud 就係咩？你睇下我條命幾長噶嘛？咁當然係後者，嗰個生命有光芒，有人睇到嗰瞬間，你會覺得有意義好多咯，感動好多。同埋你咁樣會合一感高好多噶。我哋活着所有功勞唔係源自於我哋一個人噶，係可能每朝嘅司機有份成就你準時返工，係可能啲食物令到你精神抖擻可以去工作，你夜晚瞓嗰張床好唔好，令到你入睡狀態可能受到影響。其實當你知道你活着至今係每一日有好多個角落嘅人成就你，你就會知道你唔單止係你咁啊，係而唔係一條條獨立嘅生命啊。我今日講嘅議題，我唔知道消唔消化到，咁消化唔到就當聽咗一個人嘅分享就算啦，咁係啦。咁你有冇嘢補充啊？有冇嘢問噶？冇啦，我覺得呢個內容咧需要再聽，因為係打破咗平時諗嘢嘅模式，甚至乎我覺得有一點我幾感觸嘅係，我覺得未接觸身心靈之前，我都係一個好淨係睇自己嘅，就係你講嗰種話我覺得我活到今時今日都係我自己咯。嘿，你估我唔係咁覺得啦。但係當頭先聽到你咁樣講嗰瞬間，我覺得嘅感動係再深咗，原因係因為平時可能極其啦，你咪就係純粹睇自己父母咋嘛，已經好威噶啦，即係覺得我有呢個軀體咁樣。但係其實係的確真係忽略咗，譬如可能出門口即係搭車又好，甚至乎可能其實平時去倒垃圾，即係之後仲會有其他嘅人去協助你維持個環境嘅清潔，令到你其實每一日生活都可以好舒適、好如意。係真係有太多人喺後面，但係其實唔講係真係完全冇諗過。你咁啱講呢樣嘢係我以前成日做比喻俾人聽嘅。我哋個社會分咗好多階層觀念啊。可能醫生、律師啊、商人啊，可能上市公司嘅專業資格，太多唔同嘅職業啦，實在一定係相對俾人崇拜啲嗰個階層嚟嘅。我唔明點解反而大熱天時可能
倒垃圾啊、清潔街道啊、做一啲戶外維修啊等等嘅工作。其實你夏天見到好多呢啲人喺街度啊，我唔明呢個人工或者嗰個待遇落差要去到咁遠咯。當然你話啊，佢有進修嘛，佢有讀書嘛，佢又咁又咁。我知道裏面有分別，甚至可能工時長短又有分別，有冇返 shift 又有分別，係咪？好多嘢有分別，但係咪要去到咁遠呢？大家其實細心諗下，由今日開始啊，如果大家係非長期病患或者冇咩急症意外咁啦，可能幾日冇得去睇醫生，大家未必會太勞嘈㗎。對於一般人嚟講，咁當然對於大家如果有大手術或者長期病患另作別論啦。我講普及嘅人。你一個星期冇去睇醫生或者冇得睇醫生，未必非常困擾。但係你試下由今日開始，一個星期冇人同你倒垃圾，或者呢一個星期裏面，你每日都要自己抽袋垃圾去堆填區度，你嘅日子會苦不堪言。或者甚至同你講，以後你嘅垃圾就係要自己攞去堆填區抌。大家對於嗰啲高低之別啊，生先係好啊，死就係苦啊，其實我哋太多議員對立啦。我以前節目都講過，有中意嚮往有錢嘅就覺得窮一定係差，覺得有錢嘅係唔好嘅時候，例如可能好世俗啊、好功利啊、好市儈啊、咩錢就係邪惡啊咁啦嚇，可能突然間又會走去褒獎貧窮啊，做人咧好灑脫啊、好瀟灑啊、兩袖清風啊、視錢財如糞土啊，我係一個清官啊！我哋咧好容易側重咗去其中一邊咁，我哋唔可以中性少少嘅咩？我哋嚟靈修唔係要看破二元對立嘅咩咁？咁當然你問我，如果我自己我都有愛嘅人㗎，我係行緊靈修嘅道路啊嘛，我唔係已經徹底虛空同空無啊嘛，係咪先？當然你問我，有一日我愛嘅人，我嘅伴侶，我嘅阿女咁先啦。甚至我嘅好朋友要離開我，會唔會痛㗎？我梗係會啦，係咪啊？但係我一定會話俾你聽，我第一時間會知係我自己嘅執念啦，而唔係將個責任交咗俾死亡。佢本身就係存在㗎，你中唔中意佢，佢都係發生嘅。咁當一樣嘢已經係自然嘅一部分。等於你唔中意打風，佢都係會打噶，係咪？你唔中意日落，佢都落俾你睇。所以我會知道係自身嘅問題。我要做嘅嘢唔係去鼓吹放生定係殺生、食素定係食肉。我要做嘅係收我自己啊，唔等於我本人曾經冇經歷過，或者唔等於我已經係徹底去到零，或者好似我同事講嘅我以前都覺得所有嘅功勞我擁有嘅係屬於我自己，你估我冇經歷過？我一樣係咁諗。尤其喺我嘅童年，我覺得我嘅父母咩力都冇盡過，咩都冇俾我而家有嘅都係嚟自我自己，我仲好 proud 添，幾糾結啊！跟住個人活得嚇，咁所以我行過冤枉路啊，我啲客行過冤枉路，值得攞出嚟分享，就可以令到我啲客以前嘅糾結，或者我自己以前嘅糾結，都變得有意義啦。起碼令多啲人可能早啲行少啲冤枉路，話咗俾你聽前面有個窿噶啦嘛，叫咗你唔好行落去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下集就講到嚟呢度啦。咁可能又收到大家嘅留言，值得解答，我哋又攞出嚟再傾啦，好冇？咁啊嚟到要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拜拜。經常有人問幾時有直播，如果大家想收到最新嘅影片同埋直播通知，咁就記得撳埋我哋嘅鐘仔，同埋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channel。大家如果都中意我嘅分享，可以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條片俾身邊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再撳埋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哋最新最快嘅資訊啦。